哦，而家咁樣先至開始啊！得啦，咁開始就得㗎，唔使要佢嚇。嗱，今日咧係2024年嘅10月30號，啱同成班同學去嗰個乜鬼嘢咩廣場啊，光明廣場咁一齊，跟住咧行到都唔認得啊！嚟到自己嘅母校門口都唔認得啊！唉，原來你都廣東田中門口啦，因為西社西四而家變成咁樣喎。係啊，係啊，影下我哋個母校咯，好多年啦，你呢個學校幾年啦？行埋嚟啦，行埋嚟影下。哎呀，影太陽啦！咁個大榕樹就喺度，行呢個圖書館，因為裏邊係圖書館咯，係啊，仲有圖書館喎。打籃球場又嚟。好啦， OK，好啦。啊，影下呢度好多招牌啊！影咗啦，呢度啊，好多招牌啊！斬咗啦，你再影你撳。係啊，我影埋你。啊！我仲影緊啊！仲影緊啊！仲錄緊啊！嗱，原來我哋僑中而家咁多嘅招牌啊！睇下達標單位、文明校園，係啊，奧林匹克示範學校、文化傳承基地、全國特色中學、廣東省級示範普通高中。你睇下母校啊，我嘅母校啊！